上星期為大家介紹咗刑罰同保安處分時效期間終止嘅規定，今日就嚟講一講刑法典入面關於刑罰同保安處分時效期間中斷嘅規定。刑罰同保安處分時效期間中斷，其實同追訴時效中斷係一樣嘅，都係指因為出現咗某一啲法定情況，而令到時效期間中斷並且重新計算。根據刑法典第118條第一款規定，刑罰同埋保安處分嘅時效係以下兩種情況予以中斷：第一，執行刑罰同埋保安處分；第二，被判刑或者保安處分嘅人身處某地，而不能從該地將之移交，又或者身處不能被捉拿之地，致使不可能執行刑罰或者保安處分，而有權限當局係作出目的係使該刑罰同保安處分能被執行嘅行為。值得一提嘅係，每一次中斷之後，呢個時效期間都需要重新計算，但係都係唔可以無限期咁延續落去嘅。根據刑法典第118條第3款規定，喺唔計算終止嘅時間下，自刑罰同保安處分嘅時效開始進行起，經過正常嘅時效期間，另加該期間嘅1/2時，時效係必須完成嘅。